南投德山镇公所举办武林大会，200外个人跳舞登舞机，真热烈。不管任何风气，若是爱跳舞，就当参加武林大会。德山镇长陈东木含括镇民代表李长来到大溪同齐教舞。希望借由这次武林大会，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来参加这些这么棒的活动。 德山镇公所武林大会举办第3年，今年到第2摆举办，希望大家互相交流。上重要是，让大家有爱运动的习惯，让德山充满健康活力。很多各种舞蹈的一个表演都精彩绝伦，值得我们大家相互的观摩学习。 除了德山在地社区舞团、毛乐国殿中教育跳舞的团体，超过200人同齐参加这场武林大会，和现场的气氛是热烈滚滚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